第9場賽事咧係呢個3班嘅1400米啊。第二門馬落咗喺呢個帝豪寶寶身上啦，2.8倍開飛個人歸就好分咗喎，上到3.2倍，之後落翻嚟呢個2.7倍啊。開心遊戲賽項馬房嘅馬匹有過關飛啊，15倍落過去8.2倍，之後咧就回翻上去10倍啊。軍勇戰略咧個人歸就落過21倍，開拍嘅時候回翻上去29倍啊。第9場嘅3班1400米咧，留意下起步未幾有快，有啲意外㗎。一起步嘅時候咧出得最快咧，新力威嚟嘅，咁啊內檔嗰邊咧經典帝國都唞好耐出咗起步都快喎。跟住出緊嚟嘅馬咧，仲有咧就勝利日啊，同埋隻歌神啦，外檔搶緊埋嚟咧就靚紫荊啦，呢啲全部喺晒前面走㗎。翻嚟開心遊戲咧都唔夠佢哋快，內檔仲有輝闖啦。咁然之後個馬啱先見到新力威拖翻去中間嘅位置啦，咁啊拍住佢嘅馬咧，仲有咧就係聖文判官呢個時候咧，勝利日就跌咗落嚟，一撞咗埋欄啦，咁啊後邊咧嗰隻軍用戰略就避唔到，都跌埋落嚟嘅。好啦，睇翻前面啊，就歌神帶咗頭啦，靚紫荊就仆咗喺第二喎，呢個經典帝國就避到啊，頭先個跌馬以外就冇影響到佢嘅，仆咗喺第4位開心遊戲。咁然之後咧就帝豪寶寶啦、輝闖啦，咁再跟住咧留意咧啲軍用戰略咧跌馬之後咧就變咗吉馬喺度咧，對個賽事有啲影響啊！嗱，啲新力威俾佢帶出去先嘅，再跟住咧星運判官啦，咁然之後咧先見到人強馬勁啊、好力王啊，咁暫時喺鏡頭最尾嗰 part 係貨如輪轉嚟㗎，差唔多入到嚟最後直路嘅時候，前面就歌神帶咗頭啊，咁呢時候咧經典帝國咧就唔要難啦，攞咗個二碟出嚟頂嘅靚紫荊出去外檔先，呢個時候咧啲軍用戰略咧左出走右，哎呀呢度咧撞咗靚紫荊到後咧帝豪寶寶輝闖全部要抽啊，咁啊結果咧外檔啲馬咧就反而喺呢個時候衝咗上嚟，有新力威嘅大個檔好力王啊，追200米嘅時候前面就經典帝國帶緊頭嘅，隻吉馬一路追住佢啊，但係呢時候外檔上嚟新力威大個檔好力王啊，但係前面啲經典帝國咧跑1400佢足夠維持到嗰個競勢去到尾嘅，其他馬追唔翻佢啦，個追過第1名經典帝國又係唞完就贏啦，第2名咧好力王，第3名新力威，第4名咧人強馬勁啊。發生呢啲咁嘅墮馬事件啊，冇人想即係會見到㗎嚇。咁啊呢場嘅意外又多啦，好多啊，特別多添啊呢場。經典帝國就唔係講嗰個人 fit 唔 fit 嘅問題啦，而係即係你講嗰個都係有啲彩數嘅，嚟你睇下嚇。咁啊出閘之後咧，其實佢係跟住勝利日㗎。係嗱，佢又冇埋嘅，佢又好似都撳住喺一個碟半到啦。係啦，碟半到啦。勝利日就想埋。再後面咧就軍用戰略啦，係嘛？但係一埋咧勝利日咧，哎呀，佢嗰度挨咗落條欄度啊！一埋佢就直情衝咗落條欄嗰度。避唔到啦，變咗阿蘇迪雄嗰啲咧就避唔到，但係呢隻軍用戰略咧就曳真係又跳皮啦！你睇依度咧都仲係佢明明喺後邊啊，好後嘅。一路跑咧喺度先威脅潘頓先喎，好似周圍撩人玩喎！你睇下佢咧，佢就將新力威就多得佢唔少啊！真係呢度。你睇莫雷拉都避佢嘅。係啊，帝豪寶寶。見你走開，開心啲，我都費事攞出邊個位。你睇下莫雷拉紅色衫，攞住呢個位啊！但係入到直路就更嚴重啦，呢下就。你點估到啲阿馬咁曳嘅？你睇下，撞打保齡咁喎。撞靚紫荊就撞帝豪寶寶。後邊嘅輝闖亦都受到。又係咁，呢3隻係嚴重啦。咁啊，結果就係呢3隻都係干預晒，冇跑過咁滯。其實包括跑第3嘅新力威，俾佢帶出去都係受過佢影響嘅。避咗佢啦，都避咗佢。咁啊，避得過啊！嗰隻經典帝國講梁家俊喺嗰個組啱啱避一避啊，幾快啊！即係佢亦都好直接咁講啦，即係經典帝國呢一場佢贏到馬亦都係因為喺即係賽事途中發生嘅意外，佢就冇乜點受到影響。佢避得過，而其他避唔過啊！佢主要對手係好力王，當然墮後啊唔計啦，但係其他主要對手咧，大部分都避唔過嘅。你帝豪寶寶佢仍然有㗎，佢都追翻上去啲嘅。睇翻個分段時間啦，頭段13秒48啊，第段21秒61，第3段23秒51，末段23秒55，總時間呢1分22秒15啊！頭先喺賽事片嘅時候都睇到，即係當中好多意外發生啦。到底但係個詳情係點呢？都係聽翻董事講啦。第9場啦，咁就勝利日咧，咁就喺對面直路墮馬嗰度咧，其實咧就係楊明倫呢隻馬就去到領放位置，佢當日想靠埋欄嗰陣時咧，隻馬就即係。一路就自己失去平衡咁炒咗埋欄嗰度，咁就令到楊明倫嗰個失咗平衡就跌咗落嚟。咁佢跌咗落嚟之際咧，後邊就即係軍用戰略就跟住佢咧，就令到蘇迪雄咧嗰度都失咗平衡又跌埋落嚟嘅。咁就事後咧，咁楊明倫咧佢就冇乜特別受傷，咁但係咧佢都話佢個大髀同埋個膊頭咧都有啲痛。咁而家蘇迪雄咧就傷勢就較為嚴重啲，因為佢嗰個
右邊膊頭咧就有受傷，咁所以咧就送咗去醫院。喺呢次事件咧，其實都可能有啲人話點解我哋冇撳延訊燈嘅？咁就係其實咧，我哋嘅延訊燈咧撳嗰陣時咧，其實係有幾樣嘢咧，我哋先會撳延訊燈嘅啫。即就係譬如出閘有問題啊，嗰個我哋就會即係譬如可能就閘箱有問題啊，或者馬匹有問題咧，出閘嗰個我哋會撳延訊燈啦。咁另外咧就係可能係會影響名次，譬如賽事途中有啲干擾事件啊，喺直路嗰度啦，咁啲名次可能會有影響，嗰度會撳延訊燈啦。咁另外咧就一樣咧，就係可能會個賽事作廢嘅情況之下，好似今季較早前咧跑馬地嗰個砸傷事件嗰個咧，呢啲事件情況下咧，我哋就會撳延訊燈嘅。咁但係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冇咁做到嘅，因為其實你話如果一個賽事作廢咧，可能係砸傷機件出現問題啊，或者係個出閘嗰個路程啊係錯咗啊，亦都係或者可能係喺跑道上咧有啲干擾物，譬如好似如果喺直路有個欄跌咗落嚟啊，或者喺跑馬地一個1650嘅途程嗰度咧，有騎師瞓咗喺跑道啊，呢啲情況之下咧，我哋先會即係引用賽事條例或者12條第9節啊，或者係12條第39條嗰啲咧，先至會用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再出一個延訊嘅啫。咁喺呢種事件咧，我哋就冇咁做到，因為呢種事件係唔牽涉呢啲以上咁嘅情況嘅。楊明倫同埋蘇迪雄現在嘅傷勢係點樣咧？楊明倫應該就冇咩好明顯嘅即係傷勢嘅，咁蘇迪雄就知道應該係個膊頭骨可能都有裂咗咁樣嘅。咁呢兩位騎師咧嚟緊星期3賽事咧，佢哋都唔可以上陣㗎。咁至於即係之前有受傷啊，即係墮馬史卓峰咧，佢嚟緊星期3咧，佢就可以宣布出賽，但係都要即係通過得到醫生嘅證明啦。至於今日第5場即係喺閘前跌咗落嚟阿奇寶頓啦，騎至愛奇寶頓。咁佢星期3咧，亦都可以宣布出賽，但係同樣都係要攞醫生證明啦，係應該唔係咁大問題啊，奇寶頓啊，係啊，你見到佢坐低咗都會辛苦。我諗係講下特別痛嘅，痛到真係要瞓一瞓、歇一歇嘅，跟住睇起翻身都可以嘅，應該係。咁總之即係今日第9場咁又有啲意外，不過即係不幸中之大幸，就啲馬匹亦都即係唔係話好大事啦。係啦，勝利日翻嚟就發現佢右前腿不良於行，同埋右前腳、右後腳都有啲傷口，可能碌低嗰陣割損咗啦。至於嗰隻軍用戰略，亦都發現佢就左前腿不良於行嘅兩隻馬，咁都要即係通過獸醫檢驗啦。咁但係另外勝利日，由於佢即係出現一個咁嘅情況都好奇怪嘅，即係咁樣挨咗埋欄，咁所以咧呢匹馬就要經過咧連續至少3次咧喺轉彎途程喺內欄嘅位置試習合格咧，先至係可以再次出賽嘅，同埋短期之內咧都要由呢個資深騎師策騎先至可以跑㗎。呢個係下季嘅事啦，我相信都差唔多透樹啦。好啦，我哋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偷偷先翻嚟再講第10場啦。